湾心看世界来关心美国的消息。美国的军方最近新闻上拍4粒入侵这个美国加拿大领空的高空的物件，除了头一个被拍落来，确定是中国的间谍气球，其他3个真面目犹原无清楚。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伫10日接受访问时表示讲，对着高空的物件，敢是外生物，这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。I haven't ruled out anything. At this point, we continue to assess every threat or potential threat unknown that approaches North America with the attempt to identify it. 美军出动拍不明物体画面嘛被公开，当地时间10日有美国民众呢伫社群平台发布影片，讲有看到美军 F-16战斗机出现伫美加，也就是美国加拿大边境的密西根休伦湖的天顶。国家大楼是声明中表示讲，不明物体是八角形，虽然无构成军事威胁，验管的伊飞行的高度真低，有可能会干扰到民航机，才下令甲拍落来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